月11节的感动时刻，要带您拜访桃园龙潭的三和社区。这三和念快一点，是不是有点和山猴，就山里面的猴子有点像？一群可爱的社区妈妈取此谐音，就用客家花布一针一线缝制了山猴仔娃娃，代表三和社区。系列商品呢，现在还延伸到了像是公仔啦、钥匙圈，甚至和客家的米食都结合在一起，成功行销了三和这个客家庄。社区妈妈跳起舞来，活力十足。桃园龙潭的三和社区举办桐花季，人潮满满。成功行销客家庄，很多人是冲着他们而来。从剪布，我们去裁布、剪布开始，然后缝，然后所有的一针一线缝，然后可爱的猴子，三和仔是三和社区的吉祥物，头上顶着香蕉，模样可爱。还有三和妹，头上戴着油桐花，灵感来源就是当地居民的儿时记忆。跟其他的国小接触，然后他们就问我们哪里来的，我们就说我们是三和国小，他就想说我们是听起来像三和国小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创意就是从这边来的。照片上，三和社区的妈妈们一针一线缝制，山猴仔娃娃打响了社区的知名度，幕后推手就是他们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丽珍和丈夫黄月昌，两个人都是社区规划师，投身社区营造工作已经第4年，把三和的谐音变成山猴仔，就是他们的创意。我们成立一个工坊，社区妈妈工坊，然后去剪布、裁布，然后去缝制，然后手工缝。那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个娃娃真的要很多工啊。现在山猴仔不但是有布娃娃，还有系列公仔、钥匙圈，甚至还结合客家米食文化。社区妈妈们聚在一起，制作最道地的客家版。当志工也不怕辛苦。过1000个左右，总共，就连那个爱板，今天很早就起来了。对呀。仔细看，经过板模子压出来的红板，也是山猴仔的造型哦。我们一样是客家版，可是我们把它改成不同的东西，让人觉得更 Q 更可爱。其实，因为我们想说，猴子在桐花底下在散步，是一个很美的意象。在三和社区，到处都可以看见山猴仔的踪迹。无论是道路上还是赏桐步道的看板上，都有可爱的山猴仔，邀请大家来做客。阿里拜那个喊牛啦，牛啦，来到上一拜。桐花之美让人不禁停下脚步，驻足欣赏。而三和社区用淳朴的人情味，吸引游客来到这里，感受浓浓客家风情。头顶香蕉戴桐花，三和仔、三和妹可爱打头阵。趁着5月雪，客庄的婆婆妈妈也登场，跳出三和的美，也舞出感动时刻。